利奧坊首寓除咗有分層單位開放俾公眾參觀之餘呢，仲有特色單位嘅喎。Nice。以呢一間為例，544尺實用面積嘅3房單位啦，有300幾尺嘅平台，挨近400尺嘅天台，都係非常之值得一睇嘅。呢一間呢，樓底非常之高，足足有4.6米，空間感呢非常之足夠嘅。呢一個可以有現樓睇㗎啦，歡迎聯絡我 Karen。